等我話你知，想拍 product shot 其實唔使租 studio， 更加唔使約 model， 只要你有一張產品相、一張人像相，我利用 Gemini 嘅 Nano Banana Pro 咧，幫佢哋做個即時合體。你睇 model 即刻揸住個產品，人物同產品加埋完全冇違和感，完全冇 P 圖痕跡。最後一步交俾 Grok， 將呢張合成圖咧變做 video， 個 model 咧即刻生動晒，可以直接出街做廣告啦。全程兩個 AI 工具，手機10分鐘就搞掂。想知點玩，即刻留言合體送個教學重點俾你。呢幾年我兜兜轉轉都做過幾樣嘢嘅。今年年頭我上咗文恩晴老師嘅 AI 課程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之後咧我就開始不斷研究唔同嘅 AI 嘅應用啦，同埋工具。近排文恩晴老師成立嘅香港 AI 培訓學院咧，嚟緊我都會開班教 AI， 咁希望可以幫更多人將 AI 應用嘅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入邊嘅。我哋學院定期晚上都會搞 AI 講座啦，有興趣了解多啲啦，可以睇下低條連結，話唔定可以俾你自己多一啲嘅選擇同方向。